笑人志一刚。呀，来去呀。最近吼，我走无偌远，我的脚头骨就开始痛，实在是足困扰的。是哦，还是你年岁到啊？希望是莫安尼哦。啊，佩云，你最近身体如何啊？是啊，会使啦，不过就是压力小可大，啊，拢困无啥好，困足少，搁生一条你听啊，感觉身体就忝安尼。是哦，安尼我甲你讲，我熟悉一个人，伊伫替人做迄筋膜调理吼，是用足轻力的方式来替你排解疑难杂症。要来对我试看嘛？好啊，筋膜调理我这无听过，我要去试看嘛。好，行，来去。就伫遮吼。就伫遮。好，来。来，就是这。哦，就是这哦。是哦，迄图足水的，有迄种灵性的 vibe 吼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。哎，足久无看啊。我找朋友来甲你做调理一下啦。好，啊无你朋友是安怎？啊你是安怎？我是有脚头骨的问题啊，不过伫这进前吼，阮想要请你自我介绍一下，啊，你平常的工课是啥？我是做筋膜调理的，啊，平常的工作就是讲人受伤的当下，你若较紧急，你会使看医生啊，去做一寡处理。啊，毋过处理完了后，有当时有一寡后遗症，就是讲行路无顺，亲像这种的问题啦，腰痛啦、头痛这类的，是透过筋膜以全身躯为一个系统来去评估、来去调理的一个工作。安尼我甲你讲，我今仔日主要要来请你处理的就是我脚头骨走无偌远就会开始痛，这实在是互我足困扰的，因为安尼我拢无法度走足远的，啊，不过我就爱用走来做我的运动。好啊，会使啊。那阮先翕一个相片，阮拢会先甲你翕相片，你先看你的身体即马的姿势是安怎。好。啊，阮调理完会阁翕一遍，互你看。好，无问题。嘿。安尼就来翕相。好，来，你帮我徛好。啊，你衫帮我整理一下。整理。嘿。扎裤子。OK，需要明确的指令。好，来，我向右转90度。好，搁向右转90度。好，搁向右转。你讲你是倒骹？对，我倒骹的脚头骨会痛。伊大概是痛偌久啊？我应该差不多1年前，就是每届我要走，啊，发现讲走差不多3公里就开始痛。3公里？对，就是无偌远就会开始痛。你即马几岁？我即摆26岁。26岁，3公里，所以讲3公里是确实是无正常。以你的理会来讲，所以讲啊，嘛是会使先较确认一下。啊，你若看你的骹，就是你的正骹安尼落来，安尼是直的。啊，毋过你的倒骹已经徛较后壁，就是你讲你无咧创啥的时阵，安尼徛来，你的骹就已经伫咧后壁，你的骹盘应该是正正去伤着倒骹遮。哦，倒骹的骹盘。正边才骨头嘛是已经痛出来，已经胃遮塞过来。哦，了解。所以讲嘛是有两边的所在爱调，毋是干那你的脚头骨尔。哦，只是痛伫个脚头骨，不过其实是其他的所在拢有受伤的。有问题安尼。嘿。哦，了解。啊，你会使帮我做一下动作，我先看卖。好，你帮我安尼，先帮我安尼哭嘞。好嘞。来帮我起来。啊，你屈咧甲起来的时阵，你敢有感觉你的倒骹甲正骹有啥物无共？我感觉我的倒骹敢若有较暗，较有一个束缚的感觉。好，那我先甲你录影一下，你帮我面向遐。好。嘿。这。嘿。照你拖拄我的，这个躯了，会来安尼就会使。好。啊，安尼会使。来，你头帮我看面镜，嘿，来，搁一遍。正边甲倒边迄个空间差足济，规人是为倒边安尼偏过啊。伊的倒边较袂晓直力，所以伊的重心啊，伊的重量拢会伫咧正边，所以伊屈落来啊，会亲像安尼，敢若伊的倒骹较长，啊，正骹较短，嘿，迄是姿势啊，就是讲伊迄个
骹头有会疼，已经有去影响到伊的姿势，嘛毋过嘛是有可能是姿势影响到伊的骹头有。有可能做一个动作做唔对，啊，出来的方式唔对，所以才会疼。嘿，迄两个互相影响。安尼刷来是毋是要甲伊调整一下？对嘿嘿对对。啊，帮我轻松。我来测试一下。安尼把我先倒咧，应该嘛是倒骹先受伤，啊，因为伊是同一条线咧沿遮行你的尾脊骨，啊行到遮的骹盘，所以伊就渐渐甲你的人安尼往对这个方向安尼扭过，所以讲爱甲遮解互开，啊，才来解遮，就是这两个所在拢爱解啦。啊，你即摆这做的是咧处理啥物部？是咧处理讲伊的骹头乌是为伊的倒骹的骨伤去咬着了，啊咬着了后咧筋膜啦是全身躯拢连做伙，啊有特定的路线，所以讲伊遮的路线对一直连到遮骹这个部分，所以伊遮的无爽快，其实是为另外一只骹开始慢慢啊转过。时间久会变安尼，伊若当下有处理就袂。啊，伊即摆安尼甲你用，你敢会听？伊有试一个点以外迄个小颈仔啊，遐会足疼，骹后底遐嘛会足疼。哦，安尼这部分差不多安尼处理偌久？若是正常来讲，有当时爱甲迄个筋膜甲对好顺，伊受伤伊会变做个骨拢连起来，连起来伊是有方向，你爱甲伊用开安尼。伊是有方向的。就比如讲伊结安尼，伊骹就安尼叮当，所以讲我爱并过来，就是用另外一个方向，互伊骹会使自由叮当，嘿，甲解好开安尼。啊，所以有的人若较严重，干那一支骹可能就要30分，较严重的啊。就算讲30分嘛无一解好的，慢性的疼，就种较长期的，其实拢爱几啊解。啊，毋过至少你会使知影讲疼的所在，无一定是问题的所在。哦，就是你会使为源头去解决啦。你爱找出你的问题源头伫倒位。嘿啊嘿啊，就袂讲调调啊，搁共款搁压起来疼的。嘿，筋膜一个特性就是讲伊敢若你的衫共款的，足暗的迄种衫。会了，如果讲你是遮去落着啊，吼，我比如讲遮去落着，伊也就安尼扭起，伊若遮搁扭起来，搁连起来，伊就安尼搁扭起，就是。哦，连做伙啊，连刷。会连到无共款的所在，无一定是直线的，就是讲爱看伊安怎使用伊的身体。哇，这听起来是一个学问的，一个足复杂的。对，敢若有法度透视我的身躯内底筋膜安尼。啊，你敢是讲你是嘛是开这个时间，可能爱学习才会定时啊看这个册，才有法度去处理这个代志。看册嘛是爱，然后上侪是爱为经验，是这操作的经验。啊，搁有去上课，安尼上一寡甲运动相关的课，就是讲爱知影人自底下应该是安怎去动，安怎去行，安怎去徛，是原底人上自然的姿势。你爱知影啥物是标准的，小可歪去，你就知影说迄是扭着。差不多等下搁要调偌久？差不多搁10分钟。搁爱10分钟哦。哇，你上午会10分钟。小忍一下哦。哦，要紧。为着骹头虎的未来，我愿意。意思啊，拄则讲迄10分钟，是毋是时间差不多？应该处理差不多啊。系啊，差不多。使帮我坐起来啊。啊好，感谢。啊，你感觉安怎哈？有啊，伊拄仔甲我讲足济嘛，一直试遮几个所在，我真正感觉有较轻松，而且这筋膜敢若有变较软，变较松啊。哦，是吼。安尼印刷来是咧，是毋是要过来翕相看嘛？好来，搁翕一遍。先赶快做迄个区咯，来当做一个。好。你等者，你来起来。好。
好来，搁一遍哦。啊，伊今日毋知哭几啊？哎呦，哎呦，哦，无讲是无？无我两骹的迄个出力敢若变较平均啊。是哦。系啊，哦，遮厉害。你头会使帮我看头前。好嘿好好。哦，敢若比以前搁较艰苦啊。你会使继续困。翕相。哦，你刚刚咧翕迄个还珠，有啊，最还的迄个相片。我还的是哎，骹我头放轻松就好。好哎，骹头骨伫疼住。经过安尼的调整，我感觉我的骹真正有变较轻松。啊，其实感觉着讲这个技术真正是有深哦，无简单。等下想要来甲瑞去讲一下，讲这背后的一寡技术的迄个诱导的所在伫倒位。我真正我嘛足好奇，我真正毋捌看过这种曲路，这个专业真正。而且拢无出大力来甲我敲，拢是轻力的，直接安尼吐的。而且安尼10分钟你过都感觉无共，而且就厉害。安尼咱就来了解一下。好，来了解一下。经过拄则安尼完整的一个调整的过程，你感觉安怎？其实我感觉除了是放轻松以外，Racy 真正就关心我骹头骨的状况。伊是讲哦，这比以前搁较严重哦，还是安那对。所以我你的骹头一摆有人遮尔关心。对，连我家己拢无遮尔关心啊。对，所以我就想要问讲，你面对每一个人客的时阵啊，因为因拢带着家己的伤甲疼来找你调理，你是用什么态度？你遮个人客做调理啊，敢会拄着什么困难？安尼？一个人的性命，一个人伊的生活要过较好的，过较完整的，甚至讲伊想要家己的才能，伊家己的工课，家己是想要追求物件做较好，你是要解除足侪限制。所以讲，对我来讲，有伤甲疼的身体，阮咧面对的物件是对性命本身的限制。因为你身体若是无爽来，其实你足侪代志我都去做。嘿，或者是讲伊感觉无安怎，啊，毋过其实迄个伤一直有咧影响伊，互伊无法度尽全力。譬如讲，伊可能感觉讲伊就是定定感觉足忝的，还是安怎，就是这种长期安尼落来，其实伊精神状态也无法度上完整。所以讲，我咧面对物件是我尽量想要，互这个人找到伊一个完整性，伊要安怎发展伊的生活安尼。安尼其实Racy伊关心毋单是一个人的身体，其实关心的是伊过人生，伊的心内的状况嘛，做伙拢有要关心。我感觉若伊拍游戏来譬如吼，Racy就亲像迄保护师啦。伫后壁替迄头前的保护迄种，互伊会使去头前安尼拼。无简单，无简单。咱想要请问你是安怎会选择要行这条路？是因为讲我进前其实上开头，我毋是读这道的，选择其实嘛足济啊。上主要是因为家己有受伤过。这个故事敢若会足长的，咱应该会使另外录一集。应该。我感觉下一集咱来去了解讲。落去是安怎遮糜烂，想要甲这个技术学好，就是伊背后有啥物累积来发展这遮尔深、遮尔专门的技术。我嘛真正就好奇。对，好。安尼今日这集就先到这。嘿，感谢Racy。感谢Racy。感谢。目睭白金过一工，六一花起过一冬，落地顶紧倒手芳，生拖伫春夏秋冬。想要啥物拢会晓，无想要流开见笑，还一好食免大条，台湾囡仔有才调喂。起床啊哦，莫阁困啊，行啦，行。